学生们开始放寒假，也是动画电影的档期。台湾小朋友最爱的动画角色巧虎推出第5部电影作品，抢攻亲子市场。另一部由台湾动画团队花了11年打造的电影，找来男星炎亚纶现身配音，靠明星魅力催票房。巧虎电影《魔法岛大冒险》，我想用魔法召唤春天，我们也来帮忙巧虎和好朋友们一起到神秘的魔法岛，寻找魔法生物的同伴们之外，也要让春天赶快来临。巧虎电影《魔法岛大冒险》，只要同心协力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巧虎，在台湾儿童界拥有高人气的巧虎，连续第5年推出动画电影，锁定寒假档期亲子票仓的作品还有这部国片动画电影《猫影特工》。到处都停电而陷入混乱，我需要所有太极星猫支援，我根本打不过那个机器人。耗时11年筹备的动画长片，描述武功超群的猫咪特务协助秘密组织打击犯罪。主角巴迪由首度为动画配音的炎亚纶开金口现身。艺人炎亚纶，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，我们会找到那该死的机器人，然后狠狠地修理他一顿。艺人炎亚纶这个角色除了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，从自负到低落，然后再回到一个比较有修为有修养的一个人的口吻。猫影特工筹备过程相当坎坷。2008年遇到财务调度和技术问题，不断找资源，让制作时间长达11年，最后才以6000万台币预算完成电影，如愿在1月中登上大荧幕和日本动画强碰档期。电影《企鹅公路》，他们究竟是不是真的企鹅？预备，要丢咯！可乐罐竟然会变出企鹅，小学生要解开谜团，展开一连串企鹅公路的研究计划。这是由日本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，独特的故事内容连宫崎骏都想翻拍成动画，期望在寒冷的假期，用温馨动画作品疗愈人心。